戀愛嘅魔力究竟有幾貴呢？現實世界情騙嘅數字不斷上升。2024年上半年，香港有500宗網上情緣騙案，損失嘅金額超過2.4億港元。近期有一個中年已婚婦人被自稱駐港部隊高級軍官說服投資，事主認為對方係國家嘅棟樑，唔會有歪念嘅，於是逐漸放下戒心，最終損失咗140萬港紙。可能你會話，咁都會俾人呃？唔好以為高學歷就唔會俾人呃。今年香港城市大學發表咗一個電訊網絡詐騙調查報告，發現研究生學歷嘅更容易受騙，當中以女性損失嘅金額最高。女人對愛情充滿幻想，只要掌握人性，女人嘅錢最容易呃。我談的那場戀愛戲裏面，編寫戀愛劇本嘅係一位編劇出身，靠戀愛維持生命值嘅瓊姐，由鄧麗欣飾演。佢阿嘥張天賦呢個後生仔扮演一個設定嘅角色，係55歲法國石油工程師，因為死咗老婆患失語症。張天賦初入行都感到好離奇，乜咁寫都真係會有人信？張天賦扮演吳君如，Dr. Yu所需要嘅角色，劇本寫得越高潮起伏、扣人心弦，就越令佢情緒起伏跌宕。瓊姐幕後操縱 Dr. Yu 嘅喜怒哀樂，打你一巴又俾你一粒糖，令 Dr. Yu 患得患失，愛得死去活來，劇情令人氣憤同埋肉緊。咁啱嘅，我哋真係好夾，點會唔中啊？做咗傳媒幾十年，以前就話有圖有真相，但係依家已經踏入人人都係記者嘅年代，可以自編自導自演，冇咗專業守門人把關，唔使 fact check 都出得街。網上嘅資訊海量咁多，就算你睇到有圖，都未必係真相；有影片都一樣唔可以盡信，都可以造假。網絡打手用錢買翻嚟，你都唔知邊句先係真。我哋生活喺後真相時代，資訊真假難分，亦唔再重視同思考事件嘅真實性。Dr. Yu喺戲裏面話：唔好以為睇 Facebook、IG 嘅相就知道佢係一個咩人。點解鋪呢張相上網，唔鋪呢張樣衰嘅呢？係因為9成9嘅人都係會將生命最好嘅部分呈現俾人睇，咪俾人一個錯覺。但呢個人其他嘅嘢，你又知道幾多呢？傳播學裏面有個框架分析概念，受眾睇到嘅就好似一幅框架裏面嘅照片。你睇到嘅就係媒體框俾你睇嗰個畫面嘅大小，而唔係全部。Dr. Yu一世精明，蠢就蠢在佢將假嘅當真，寧願相信謊言，唔想要真相。佢靠戀愛嚟到定義自己是否有價值，過度依賴愛情嚟填補內心嘅空洞。當失去丈夫，又想靠個網上戀人。佢好似睇唔到自己嘅價值，可能Dr. Yu最需要嘅係揾一個永恆不變嘅靠山。